音乐剧《隔壁亲家》是由艺人彭恰恰甲柯浩顺共同主演的台语音乐剧，描写台湾农村的故事。这14年来已经演60场了。疫情过后，这出台语音乐剧要伫咧台北抑个高雄重新演出，先带观众朋友来去评判。将来恁孙生来配一条乌一条白，一条乌一条白，规只敢咱雨伞站啊！阮兜生出来敢若雨伞站，那恁兜鼻腔遮大空哦，逐只生出来拢敢若饭丝种咧。艺人彭恰恰甲柯浩顺伫台顶搭喙鼓，这是台语音乐剧《隔壁亲家》的画面。这出台语音乐剧已经演了14档，14年来拢是经典艺人组合彭恰恰甲柯浩顺做主角，结合高技艺甲音乐，呈现这出乡土背景的台语音乐剧。自2019年因为疫情停演了后，今年是头一摆重新开演。量身打造台语咩讲？是，就是敢若天注定的，注定这两个爱来演这个角色甲这个角色。1956年开始，所以我是在迄个年代出世的，所以我对迄农村的生活是非常的了解。生活背景都符合着吼，阮做起来看到甲这个剧情。隔壁亲家描写伫宜兰水底寮，两个斗阵大汉的农村囡仔，因为成长背景变化，搁有台湾土地改革等等社会变迁，关系渐渐变卦的故事。较早迄个简单又个快乐的时间，迄个年代，唔知影找倒来袂。足奇怪，人决定土地改变，土地改变了，结果颠倒去改变人的心。陈志远是这出戏的第4个导演，伊讲这出戏有过侪版本，各版本之间会兜修正台词，也会透过彭恰恰甲柯浩顺的经验，让这出台语音乐剧的台词更加口语有台语气。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。